农委会按上讲，全台湾农作物嘅损失按上超过了13亿元。苗栗这边嘅人士农村系很强嘅，不过从系高雄、屏东、韩国花莲、台南、老推动两5张人。 农业嘅损失係東陰重嘅，喺我哋在前喺啲嘅抗體當中，兩張人嘅損失金額已經係達到咧農業天然災害救助嘅辦法規定。農委會將為老人士政府實體去檢查過後做抗議，係提供農民相關嘅補助。 無論嘅風車也擺冇對被台灣嘅農業造成動態嘅損害，除了苗栗公幹嘅風災報告韓國列高為天氣嚴重之外，3萬嘅水利讓5年的青年代之前從數萬先冇受到風災嘅影響。係啊，而家收得多嘅，而家唔摘得多唔得嚟啦，技術都陸陸全部都可以摘到出嘅。中國強調來到中南部，以從台風台水本木掛樹嘅20事件是全部本破壞強強，國家嘅重點是做人看年渣對村村看看啊，基本都唔判得。 啊，這種不好嘢嘛，對，絕對不好嘢啦，因為都一直變化啦。各地是專業嘅問題是做在小心咧，風災來咧，仲有東西就冇咧，阿婆是做在可能壓落個，新聞都冇奈何。應該報講喺哪貴了，貴了真貴了，當然嘛真貴了。韓國推中嘅貨全部佔到水稻，南部嘅農業損失南部最嚴重，總經業初步計算達到咧13億7千萬元，其中損失最慘嘅係台南、韓國高雄、屏東、花蓮、台東，呢下各地嘅災情和寥寥少少啲嘅匯報當中，農業損失嘅數字韓國面積還係繼續擴大。下個新聞綜合報道。